那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咱来关心国际上的焦点。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1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这14个境外案例内底有9个是对缅甸包飞机转来的。另外，咱国内已经有988万人做过预防射，注射率是要晚近4成。国内新冠本土疫情8月17新增加4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台北市、新北市各2例，无新增加死亡个案。这完是连续第3天无死亡的病例。主要都是各一例是居隔阳性的，有2例，目前是还在关联性还没有那么清楚，还要再继续的调查。本土病例等号境外移入的个案煞增加14例，分别是美国2例、英国2例、澳洲1例，也加缅甸包机当中有9个人确诊，其中4个人已经做过疫苗。应该有2位都是超过2个星期，超过这个14天以上的。15976跟15977，这是打 BNT， 那另外2位是打 AZ。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全台湾已经有988万7千多人做过疫苗，特别有上1000万人。不过做过2剂的，敢若68万多人，人口注射率是39.21%，这次人口比是每100人42.13剂，不过也是有几了百万人一定要做莫德纳。但市长表示，53岁以下第9类的对象一定会一批做会到莫德纳。AZ 跟高端大概第9类都开到全年龄层，那莫德纳现在开到53，这53，那也许在下一批有莫德纳进来的时候，它就会纳到里面来。另外，指挥中心也已经买明后年的3500万剂莫德纳次世代疫苗，但是中讲会谨慎评估科学资料，也甲国外注射的数据资料，有可能会搁加码。指挥中心也讲，目前咱专案输入也是制作的新冠疫苗，包括 AZ、莫德纳、BNT 疫苗，也甲高端疫苗制作的过程拢无伫细胞，符合亲情认证，请安心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国产预防射高端公司伫昨早召开股东会。公司即马是表示，伊目前的目标是要拼预防射的产量，望未来嘛会当协助友邦。另外，咱国内第6轮登记要做高端的已经超过39万人，嘛要提醒乡亲登记的时间到今仔日中昼为止。高端疫苗17早起9点召开股东会，大约1点钟了后顺利散会，现场未少小股东亲自参加抽高端。会后，总经理陈灿坚接受媒体访问，伊表示已经有2间医学中心启动 AZ、莫德纳南咧做高端新冠疫苗临床试验，预计3至5个月就有数据结果。不过，伊讲现阶段目标先从疫苗产量。第一个就是增产报国，第二个当然就是国际连结，使用无虞的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的友邦。顶礼拜，食药署公布高端疫苗完整中文说明书，有专家提出质疑，关系保护效期说明顶头写会当提供的保护效期不明。有关需要由进行中的临床试验进一步会确定。另外，伫疫苗效果的限制部分也写着，第2剂高端做完大约2礼拜了后，高端无一定对所有人会当产生保护作用，甚至也写着对艾滋病患重病者、甲65岁以上长者有中和抗体效果偏低问题。所有现在上市的这些产品都效期不明，因为使用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那以后陆陆续续这些效期就会比较明确。我们并不会禁止他们，或者是建议他们不要施打。那 EUA 的话，就是因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势啊，我们要赶快人家打疫苗产生保护力啊，不然等到第3期整个都走完的话，可能疫情会影响更大、更严重啊。食药署表示，因为高端疫苗主要是紧急使用授权专案制作，还未完成3期临床试验，才会加注一寡相关建议。就算 AZ、莫德纳疫苗中文说明书也有加注同款的建议。另外，高端3期人体临床试验预计今年第3季完成，不过所谓受试者大约1000人。指挥官但是中讲，若讲只有1000人，3期临床试验结果风险真大，可能真歹处理国内疫情。目前第6轮高端疫苗已经超过39万人完成预约注射，占符合资格人数64%。这波预约将伫18中到12点截止。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太平洋高压减弱，结果有亲像黄山雨的天流性锋面落南，造成咱这2天台湾的天气拢无啥稳定。咱来看云图。
受方面的影响，今仔日天气无稳定，各地拢是侪云。东北部甲西半部偏乌金门马祖受局部短暂阵雨，也是离港雨。尤其伫马祖离方面较晚近，所以爱细致到短时间的强降雨。马祖的雨会较粗，嘛会较大阵。若云嘛较低，所以会影响能见度。过昼了后，各地拢有落较大阵的雨机会。伫温度的方面，因为落雨啊，所以温度有下降。今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0度至33度。若伫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发展做风台的机会嘛有降低，所以会以热带性低气压的强度倚近咱台湾。到礼拜日进前，北部、东北部海面拢有风影。若东南部因为是伫正方面，所以雨水会较高。脚踏的高雄来关心。高雄的桃园山区也未通，民众继续掉伫内底。直升机继续送物资入去，嘛，甲需要去互医生看的民众载出来。伫交通的部分，经过专家去勘查，发现对10日开始，逐天拢有水崩山，甚至伫无落雨的时嘛会，所以有学者就建议讲，千万毋通贪时，爱斟酌规划，安尼较安全。冷冻猪肉蔬菜物资总重量1200公斤，早起由空勤直升机分做2届送到位。为了平均分配，侯兴里、拉夫兰、文山里的妇女会先将猪肉切了好，嘛把物资一个一个摆好，方便民众来领。为了公平起见，我们里面的妇女会呢，发动他们的勤俭跟公平，来手感来去切猪肉。直升机送来的物资也将治疗癌症也甲阳性的患者送落山，毋过想要恢复交通，好亲像无遮尔紧。土石流好亲像海涌共款一直流落来，这是16尾仔嘛公路总局所记录到的土石流。山区逐天拢有土石流，有当时无落雨嘛有。水土保持局统计，即届落大雨冲蚀1100多万立方公尺的土石量，即卖玉水溪溪底也阁有700至8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量。诱发土石流的雨量啊，也都很小，6小时才累积了20几个 milli 啊，30几 milli， 这个都很小。那有一次甚至没有下雨啊，只是因为支流的这个水一直灌进来，也能发生土石流，所以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学者认为，短期内要抢通便道有危险性，民众经过原来有风险，建议思考其他的另外道路。为了安全，公路总局原来增加过水源头的人，也加购买警示器。更上游的部分来增加我们的一个监看人员。另外，在施工的人员机具方面，我们要来增加几处可以紧急逃生的通道。另外，我们会来采购现场的一个风鸣器。公路总局讲，学者评估南回公路是咱台湾地质上无稳定的路段，庆和到福兴这段，佫较是规条路上复杂的区域，所以伫玉水溪也无稳定的情况下，唔通随便进入，会为台东这边通车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若伫即个月11，台中的大理文心南路车路破一空，害一台轿车载入去。想袂到伫8日的下晡顶回破一空的附近，即马又搁破一空啊！即马决定要封路，找找原因。工程人员假期为例，将文心南路内边封1个半的车道，这也都是连续发生道路落雨的区域。市府请来土木技术工会要找原因。先来确定钻的地点。那总共我们预定会钻3处，那没有下线的地方，根据透地雷达的资料，我们也会再选1处。这个月11，这个路段发生落雨，造成1名女性驾驶受伤。第16个发生落雨，离进前的落雨点只有短30公尺，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里局找来土木技师，要分成3个点钻探，要用3礼拜才会当完成报告。土层相当软弱，就是都是一些的人工的参头啦哈，比较像一些软弱的这个粘土层啊，所以当然它在变形、变位等等都会比较大。土木技术工会表示，这个路段进前应该是地产，地质相对较软，佮甲进前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工作证真紧，敢是甲落雨有关系，也爱厘清。当地民众表示，这个路段每摆落雨，确实交通要道实在是心惊惊。台中市建设局表示，了后会启动巡检车，每点钟及时监控。也毋过到今落雨原因也无法度确定，民众除了爱忍受1个月的交通黑暗期，对道路安全也真无放心。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到过个月就要进入秋冬，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季节，空气品质严重恶化，紧急防治办法4年来拢无修正，引起批评。环保署即马拍算要修法啦，要甲降载的标准对3级恶化改做中级预警，规定讲电梯级、石化级、钢铁级，还有焚化厂，拢是强制爱减排的4大对象，上紧伫今年要实施。来关心自由时报，司法院会第3府有通过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规定未来这部法庭审理法官甲检察官听解案的时，会改用公开审理的原则，开放予民众会使去边仔听。法界是认为讲，这是真重要的司法改革。来关心中国时报。苗栗县议会的国民党团第3府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苗栗县内自卫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社一定拢爱是有国际认证的，才会使互县民做。这个案冇通过，等于是袂使做高端预防社。这嘛是咱国内头一个地方的议会针对国产预防社投出无信任的投票。来关心咱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即马又个重新开放啊！真侪民众嘛去帛琉做预防社，毋过帛琉的观光局即马表示讲，明仔载了后，因的预防社就敢若剩 BNT 甲胶生这2款尔，而且伫咱台湾无大型做预防社，去到帛琉嘛无想要做预防社的旅客就袂使入境。飞去帛琉会当免费做疫苗，台湾帛琉旅游气泡2.0，请袂少民众报名自由行。毋过有旅客伫16暗时啊，要做疫苗意愿登记的时阵，发现选疫苗的牌子的所在，第一档做莫德纳的选项已经无去啊，敢若会当经辉瑞或者是胶生。台湾一直没有胶生嘛，所以可能大家对胶生的这个疫苗是比较陌生的。如果说它一定非莫德纳不可的话，它就可能要看是不是行程的安排做调整，那或者是说它可以调整要施打的疫苗种类。只有民间的班机不受影响，因为21号的班机还没有才刚刚开始预约嘛所以我们会再做新的通知。帛琉观光局17过头证实，因疫苗的库存量辉瑞有2000吨，胶生有1000吨，所以伫8月19了后，袂阁提供莫德纳。而且旅客若是伫台湾第一档已经做 AZ， 去帛琉了后，就敢来当做胶生。不过指挥中心是无同意2档安尼做。我没有同意就是说打完去混打这个胶生的这样子的情况，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胶生的疫苗，所以我们现在在建议的事项里面是没有包含这样子一个打法了台湾帛琉的旅游气泡2.0推出新的规范，嘛讲考虑国际疫情即马要当地的军家，台湾的旅客若是无做过疫苗，嘛无意愿伫帛琉注射，都袂批准入境。也就是讲，无开放单纯观光的旅客去帛琉。实施新的规定了后，敢会致使旅客退订咧？业者认为讲，帛琉无提供莫德纳，自由行的订单可能会减5成左右。不过，航空旅行社认为讲，台湾小连续采购辉瑞疫苗的情形之下，消费者可能会改做去帛琉，头一档做辉瑞，再搁倒来台湾做第2档的辉瑞，旅游的意愿无一定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38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880例。中国的病例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已经超过11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700万例，印度超过3200万例，巴西是超过20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632万例，法国是超过647万例。镜头来纽西兰出现最近半冬来头一个确定病例，虽讲敢若是一个人尔，不过因的政府已经把这一例当作是 Delta 变种病毒来预防、来提防，提出严格的防疫措施。若防疫层级嘛已经有关到上界严格第4级，全国的城市要封3天，若这个确定病例捌去过所在，这城市要封7天。伫奥克兰这间超市外口，民众排甲路长等咧买物件，因为总理亚尔顿宣布要封城。We have a positive case of COVID-19
in the community. 雅尔顿宣布，自拜二暗11:59开始，全国封城3天。因若确诊的查甫人在奥克兰，也有伊去过克罗曼德市，是封7天。Going hard and early has worked for us before. While we know that Delta is a more dangerous enemy to combat, the same actions that overcame the virus last year can be applied to beat it again. 人口500万的纽西兰，会当讲是疫情的模范生。在过去半年来，零确诊，感染总数控制伫咧2500人，死亡26位。这边发现的本土个案，虽然基因定数也未出来，不过当局先设定伊是德尔塔感染者，决定实施上严格第4级警戒，规定民众除了买必要物资甲运动，袂当出门，希望赶紧甲疫情控制掉。另外，伫意大利为了要鼓励12到18岁青少年注疫苗，当局即马伫咧推动免预约的方便措施，互囡仔安心登去学校。La scuola, ma anche per il calcio, per il mio sport, perché probabilmente diventerà obbligatorio forse. 意大利目前18岁以下囡仔有莫德纳甲辉瑞2种疫苗会当拣，这个年龄层的囡仔已经做1剂有防射有4成，比全国的6成7较低。公司新闻曾回面报道。继续关心阿富汗的局势。塔利班首一个目前呢，就占领阿富汗啊。有人是批评，拢是因为美国要撤军放杀阿富汗。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伊是表示讲，阿富汗家己的军队就无要烧战啊，太有美军去替人烧战的道理。嘛强调讲，这20年来，美军早就应该爱撤离。有啥物款责任，有啥物款批评，到伊为止，伊会总担。We gave them every tool they could need. We paid their salaries, provid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Air Force, something the Taliban doesn't have. Taliban does not have an Air Force. We gave them every chance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We could not provide them was the will to fight for that future. 美国总统拜登16日回应外界对美国撤离阿富汗的批评，伊讲这场20年的战争，经过民主甲共和两党拢总世界的政府，前到大拢无一个上好退场的时机。伊上任的时阵接手的是川普政府甲塔利班已经讲好的停火协议，爱伫咧5月初1完全撤离。伊承认讲，即个情势的发展是比预估的还佫较紧。不过，阿富汗部队几啊届未战就投降，领导人放弃一切离开，根本就无捍卫国家的决心，更加证明伊撤军的决定是正确的。若无，就会变作是美军对塔利班的战争，而且会牺牲佫较侪美国的阿兵哥。American troop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ighting in a war and dying in a war that Afghan forces are not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mselves. I will not pass this responsibility on to a fifth president. I will not mislead the American people by claiming that just a little more time in Afghanistan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I am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buck stops with me. 拜登讲，若继续甲部队甲钱伫捧去阿富汗遐，无限期维持当地稳定，敢若会互中国甲罗西亚等等的竞争对手有利头通闯。伊嘛强调讲，未来会持续支持阿富汗的人民，替富有权益来发声，以外交甲人道援助，推动区域的和平合作，也佫警告塔利班袂当干扰或者是威胁美国撤离的任务。毋过分析家认为讲，美军佫一届放弃盟友，我来着做伊走，也是严重损长美国的名声。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塔利班掌握阿富汗，伫海外阿富汗的人民嘛是真烦恼。是希望国际社会会当甲因斗相共，嘛爱接受阿富汗的难民。也毋过欧盟国家敢要接受阿富汗的难民，目前这部分看法也无同。举起阿富汗国旗大声喊拒绝塔利班，看到国家陷入危难，希腊列斯波斯岛的阿富汗难民，拜伊发起示威，希望世界唔通放杀阿富汗人。It's disaster. I don't know. As an Afghan, I expect from the world, please support Afghanistan. Don't leave Afghan people alone. 这场阿富汗人住伫列斯波斯岛的难民营，由原等待庇护，因烦恼塔利班掌权了后，迫害人权甲女性的代志再度发生，希望发声提起国际社会。这个时阵，因为支持女性受告权，遭到塔利班枪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英国时间16日也主动声援阿富汗人。I think every country has a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right now. Countries need to open their borders to Afghan refugees, to the displaced people.
马拉拉特别呼吁英美甲祖国巴基斯坦挺起双手接纳阿富汗难民，我希望美国总统拜登采取大胆行动保护阿富汗人民。只是对敢要接纳阿富汗人，这项国家意见无同。虽然欧盟委员会希望各国暂停遣返阿富汗难民，不过包括德国在内的6个欧洲国家伫8月初联合表示反对。随着阿富汗情势哪摆，德国、荷兰、丹麦的立场有所转变，不过意向反移民的奥地利犹原是共款。土耳其更加是以实际行动主动难民进入。Türkiye olarak İran üzerinden gerçekleşen ve giderek yoğunlaşan bir Afgan göçmen dalgasıyla karşı karşıyayız. 土耳其已经收容超过400万难民，目前当地伊朗边界修建总长295公里的围墙，就是要挡非法入境者。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全球目前大约有260万阿富汗难民，其中140万伫巴基斯坦，100万伫伊朗。不过随着阿富汗情势恶化，走出来人数恐惊会哪来哪济。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今仔日针对阿富汗的局势发表讲话，伊讲阿富汗的领导人无爱徛出来对抗塔利班，才会造成今仔日这款局面。来关心美国对阿富汗撤军，有人嘛开始咧话，咱台湾爱设置有一天会互美国放杀。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伫今仔日出来驳回这款讲法，强调美国已经替阿富汗留血留地20冬啊，阿富汗甲台湾是袂变质，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真坚定。来关心咱台湾拍算要伫立陶宛设欧洲头一个台湾代表处，这是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唔拿调回大赛，嘛放调讲8月底要切断直达立陶宛的货运铁路。来关心中国的解放军伫东部战区昨发出声明，讲要派出作战舰、反舰机在等等伫咱台湾的西南甲东南的附近进行实际演练，嘛阁会派反舰机回来扰乱咱的军演。面对中国的干扰，有风声讲，咱空军即马打算安排爱国者飞弹进入东部。中国透早派出几个机长无共空战进入咱国的西南空域，空军唔敢大意做监控驱离。美军嘛出动电侦机、甲反舰巡逻机来咱西南空域，外界解读三边哪像是咧测试电子作战的攻防。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东部战区对外发声明，17出动作战舰艇、反舰机、甲歼击机等等，伫台湾东南甲西南边的海域甲空域做实战演练，无计夺岛的气味是真重。而且佫指控讲，因为美台真正有来去，想要起事，才是台海上大的祸端。中国还佫调工派运8反舰机，飞去中科院伫咧九平基地海域空域实弹射击的区域，是中国飞来咱国防空识别区以来头一届干扰国军的演习。国军都有充分的掌握以及评估，并且做好各项因应的准备。他嘴巴上是讲说封锁台湾，那实际上是要把南海划为内海，同样只是一个帽子戏法。苏志芬分析，中国用军事的手段转移最近外交无顺利的情形，嘛利用黑行台湾，想要暗砍演练封锁南海，针对中国军机出现伫东部外海的空域，面对增加的情形，嘛提升咱国军空防的压力。不过，咱台湾防空飞弹的密度伫世界是排第2，敢若比以色列较低。而且，佫风声讲，空军会甲部署伫台北、台中、甲高雄都会区的爱国者飞弹，还佫有调2个连的卡手，轮流进驻华东地区。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共14481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伫新北市是6857例，台北市有4843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3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中华县273例，台中县207例。昨昏并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880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81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
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湘北的疫情。新北市第10县有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那台北市嘛有2个。针对新北市有6个民众做伙去花莲佚佗，煞互相烧话，内底有5个人是伫台北市食头路的。相关的接触者是嘛拢已经考出来啊。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这场群聚感染目前看起来并无断开的趋势。新北市17新增加2例，一个本土病例住伫邦桥 CT 值是37，属于传染力较低。感染源抑搁要调查。另外一个是居家隔离阴性转阳性，初三因查某囝伫台北确诊，是属于家庭的感染。因若新北市一个家族10个人去花莲佚佗，有6个人确诊。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无断开的趋势，拢伫控制当中。整个家属去花莲旅游所造成的6人感染，我们都是在居家隔离，在掌控当中。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扩大的一个趋势。台北市17新增加6例，2个本土4个带病入境，是为美国甲英国来的。而且嘛公布为新北去花莲佚佗的家族因伫台北市的行踪，其中4个人伫12至14有坐捷运甲高铁，为台北车头路南去高雄。确诊的6个人内底，有5个伫台北市食头路，目前可能223个人，居家隔离有35个人。有199人完成采检，154人采检结果是阴性的，那有1位阳性。有接触的是他的同住家人有7人，已经正在安排采检当中。伫信义区的自助餐厅向信义美丰店，16传出有确诊者的行踪，按号15971伫父亲节迄天去遐食饭，因为迄当阵是属于非传染期。17餐厅恢复营业，不过要禁止伫内底用餐。目前是全面改做外送到27，而且嘛安排内场甲外场的员工81个人去体检，消费者41个人自主健康管理。因若湘北嘛有共识。只是按算开放9个运动项目的场地，亲像篮球场都有可能会开放。大概有挑到篮球、手球、排球等等，大概有9项。那是逐步就疫情的所谓比较宽松的情况，我们来配合来开放。台北市开放收水等等8项水顶的体育活动，还有骹球了后，按算24会开放包括篮球、排球、手球、顶球、街舞、体操、野动甲合球等等。因为甲湘北是共同生活圈，新北市表示会伫协调了后同步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9月份就特别开学甲教育部伫10县下晡有开记者会，说明相关的指引甲防疫措施。嘛讲学校的老师甲工作人员开学进前14天一定拢爱做好预防针，若无就一定爱甲体检阴性的证明甲报告。若体育课甲音乐课若是无法度挂喙罨，安尼老师就爱调整上课的内容。台湾的本土疫情短好，教育部宣布9月初1，全国中小学甲幼儿园如期开学，并且公布指引，学校的教职员甲工作人员要求必须来做完第1剂疫苗，而且爱满14天，无正都要提供快筛还是 PCR 检测阴性证明。没有接种者，他在第1次进入校园服务前，他要提供3天内的快筛检测阴性证明，之后原则上就是每7天来筛检1次。那这种服务条件，我们会每2周滚动的检讨跟修正。上课的过程，师生拢爱专程挂喙罨，室内就算吹冷气嘛，都爱开窗啊，保持通风，设备避免做伙用。社团也是需要换班上课，应该固定座位。体育课甲音乐课，若做袂当挂喙罨，这防疫规范应该调整课程内容。这些吹奏类的这个乐器，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如果在没有办法处理好的话，要建议暂缓。那另外有一些像体育课如果在没有办法肢体上的这种碰触你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希望能够暂缓，能够来不要实施。目前全国高中及以下学校老师甲教职员第1阶段疫苗注册名单注射比率达到90%，剩下1成教职员甲新进的代理代课老师，到时阵的快筛甲 PCR 检测费用，全教总认为应该要由政府吸收。袂予老师自费进行。另外，我们会甲各地环保局合作，伫开学前1礼拜完成全国校园的清洁消毒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提醒乡亲，这个礼拜就是7月半，中原爱普渡拜拜，真侪宫庙拢有改变普渡的做法。提醒乡亲拜拜拜好兄弟敬鬼神嘛，一定爱做好防疫措施。
依照鼓励上念经文，台北保安宫举行中原采中鼓仪式，透过3期中鼓、天干、地干、阴干，互公园野几知影来遮听经受道，也依照传统安排观音大师在内的多组纸人，伫农历7月15暗下中鼓。因为疫情，仪式也是爱做好防疫。因为这些好兄弟他不安，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民众的心里也不安，所以我们是觉得。就是按照这个防疫的规定哈，就是像我们这个露天的空间，我们是不要超过100个人。艋舺龙山寺为了避免群聚，取消朝圣法会甲放水灯活动，也搁头一摆举行大办普渡。民众只要报名6位，普渡了后的奖品也搁会当选择寄到厝，也是关乎弱势团体，报名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我觉得心意到比较重要，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代为普渡。其实人道没有那么重要，这样等于有办到普渡啊，就不要大家这样群聚啊，这样很好啊。因为疫情到即马还未开放，信众亲自的上山自由宫今年停办超度法会，中原普渡虽然有举办，也毋过占卜无对外开放。庙方讲，因为庙内员工大多数是还未注疫苗的少年人，烦恼风险，决定缩减普渡规模。恐怕就跋杯啊、清洗啊，今年中元普渡哦，对外终止。内部是有办那个普渡，拜拜法会，红霞低嘛，应该他也了解了，因为这世界各国疫情的严重性啊。因应疫情，各宗教团体拢有各自的中原活动规划，也拢认为只要有诚心，而且做好防疫工作，就会当有平安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对昨开始开放亲子馆，让民众会使带囡仔去佚佗。不少家长拢大声伫网络已经先注文，嘛有人讲囡仔关伫厝内关伤久啊，伤无聊啊。而且公园即马嘛还未开放游乐设施，加一个空间会当让囡仔消透体力，安尼真好。甲囡仔做伙耍佚佗物仔，台北市亲子馆17开放，不少家长带囡仔来。因为现在不是解封了嘛，小朋友在家也太闷了，对啊，觉得很好，不然小朋友都没有地方可以去。就只能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手心手背搓搓搓。有家长真欢喜，至少有所在通互囡仔消透体力，因嘛会当小休喘一下。社会局表示，原则上来遮的亲子，拢爱先伫网络预约，无提供现场的后补。工作人员嘛会伫室内提醒大家保持社交距离，佚佗物仔耍了，嘛会黏面清洁消毒。我们现在是会保持那个社交距离，所以我们入馆队数已经不是只有减班降载，我们是符合中央指引，就是室内人数不会超过50人。社会局指出，目前亲子馆的人数拢有限制，会阁看2礼拜后的状况，考虑要安怎来调整。另外，新北市因为大部分的亲子馆拢甲托育中心做伙，考量托育的安全性，目前并无开放的规划。记者陈感木调随台北报道。进前咱要收成的时，拄好拄到大水雨，害南投信义乡的莲雾拢闭起，加在品质也同款真好，高分有甜阁有脆，同款好食。加起来品质甜阁脆的莲雾，是热人的时正适合摕来煮脆大的果子。不过进前受到连续几日天落大雨影响，南投信义乡的高山莲雾有出现闭起的情形。气候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不会裂果啦。这里雨水如果太多也是会裂。如果加上温度热度太高哦，又下才8号啊，我就会更多了，远比之前多一点啦，都有差不多8、9成。莲雾主要是伫高雄甲屏东的地区大出，即马中部种莲雾的面积也渐渐扩大。南投信义乡就是中部出产莲雾重要的地区。那么我们信义的莲雾它是比较扎实，或者是我们这边的气候特别的温差大所以说它的枣色还有它果肉它那个海绵体就很扎实。5月份到8月份是莲雾大出的时期，因正适合伫温暖、湿佮淡的环境生长，袂堪得受风寒。不过农民有研发出一款冬天也通种的莲雾，所以即马一年四季拢食会到。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去嘉义县视察，支持地改场设伫嘉义，要来提升产业甲观光。嘛答应讲，人力甲经费这部分，政府拢一定会到支持。所以我支持茶改厂的总厂到嘉义来。行政院长苏贞昌表达支持甲协助，到了后大家做伙拍步啊。为了了解地业改良场总场要签署来嘉义的计划，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番路了解规划的进度。家己行政院的立场，我一定照顾地路。我嘛知这发展，但伊相关的水土保持爱甲做好，相关的路径爱甲顾好，相关外国企业头爱甲挡掉。嘉义县政府表示，嘉义山区除了大阿里山地区的高山地，阁有真侪品质真好的咖啡豆。地改场的成立，会当提升在地产业和观光。像我们要学习啦，小孩子要学习，可以到茶改厂这边来了解一些制茶工艺啦、管理工艺。苏贞昌来到嘉义县视察，唔但同意协助当地的高分车连接高铁甲国光南园，阁到山区来协助地改场的签署。县政府除了表示感谢，嘛希望透过中央政府的支持，会当加强嘉义县观光甲地业的竞争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法国伫昨昏伫南部的度假胜地圣托贝附近发生火烧山，已经烧3500多公顷。当地民众甲去度假游客计共有6000人，赶紧防铁离甲疏散。嘛有出动900个消防人员，11架直升机去拍火。法国总统马克宏嘛有去现场了解状况，目前即马火已经有受控制。暗暝的天顶，和大火照甲光影影，直升机伫咧顶头来来回回。为了保卫消防员，伫咧法国利维埃拉附近的森林拍火。法国南部度假地圣托贝附近发生野火，因为正拄好是晓来旺季，真侪游客伫咧遮露营。火炭烧3500多公顷的森林甲cây树丛，大约6000多人对家己的厝内甲10几个露营区撤离。先住伫咧当地一个发行员工的度假中心。C'est un feu, je le rappelle, qui est ultra violent, des vitesses de propagation de plus de 5 km/h. C'est-à-dire que le feu a parcouru 5 km en 1 heure dans le massif naturel des morts. Ce sont des collines, des avennes, donc très difficile pour les sapeurs-pompiers d'aller chercher le feu au pied des arbres et de se battre. 当局动员超过900位消防员，11台直升机拍火，因为天气抑阁是正热正打扫，每天的温度差不多拢超过40度。为了安全，入去森林的通道拢封锁，有一寡路也拢封起来。法国总统马克宏佢当天也去现场看灾，也慰问辛苦的消防员。Malheureusement, 3500 hectares ont brûlé, ce qui est évidemment un chiffre absolument terrible en termes de biodiversité. Et en termes de patrimoine naturel. Et je veux ici dire combien grâce à cette mobilisation, le pire a été évité. Puisque d'abord les vies ont été protégées et nous ne déplorons pas aujourd'hui de victimes de cet incendie et que malgré 3 blessés, auxquels je pense aujourd'hui et je veux apporter tout notre soutien, nos sapeurs-pompiers sont aussi continuent à être au combat mais ont pu stabiliser la situation. 地中海地区今年发生野火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意大利、阿尔及利亚、西班牙，昨晚也烧到法国。气候科学家警告讲，全世界暖化结果极端天气，正就是高温、可化、野火、大水、甲飓风等现象发生的情形会愈来愈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正热正打扫的所在，这是美国上大的人工湖甲水库的美德湖。最近因为天气伤热无水，造成可化。即摆的水位敢若剩1/3尔。美国嘛头一摆发出欠水限水的通知，农业无水通用啊！而且即摆水位伤低，嘛无法度发电。伫内华达州甲亚利桑那州各界的米德湖，当时原来是全美国上界大的人造湖甲水库。最近因为消防提早报道，地属着打扫情形严重，当地水情出现警讯。截至8月，米德湖的水位下降到历史的新低，敢若剩1/3。美国气象局昨日发布米德湖进入一级欠水的情形，这原来是全美国头一遍发布欠水通告。另外，也宣布为10月开始，拢总一年减少供水，其中亚利桑那州年供应量减少上济，达到18%。加州出产杏仁全球市占率达到8成，价值60亿美金。即摆也因为可化作物无水通用，致使着杏仁产量减少，无法度负担水源的果农，即摆干来当建在杏仁树打死。
We're going to see a slight reduction in the amount of almonds coming out of California, which the world's going to start to see less almonds. 一份最新的美国可汗监测报告指出，美国西南部有9成以上的所在当面临可汗威胁。10州州长发出任命批，要求总统拜登宣布进入联邦可汗状态，让农民甲牧场主人会当申请补助。We must adapt to the new reality of a warmer, drier future, where today's Colorado River hydrology is not the same hydrology this basin knew a century ago. 那影响到水源分配，全国上界大的水坝胡佛水坝的发电量也会对着水位降低，水也无法度发电。也安尼，加州、内华达、亚利桑那州差不多130万人供电会受到威胁。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咱再会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今仔日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